屬鼠嘅人遇到鼠年咧，就正如俗語所謂嘅本命年啦。咁好多人都知道啦，本命年一般嚟講咧，運勢都唔係咁好嘅。咁出年啊，鼠年嘅人咧，佢哋咧運勢崎嶇，可以講咧相當多險阻嘅，所以一定咧要加倍警惕，並且咧要付出雙倍嘅努力嘅。咁如果佢哋能夠咁做嘅話咧，因為有一粒將星呢粒吉星咧坐鎮喺佢哋命宮裏頭，所以佢哋啊可以喺年尾咧係可以脫離困境，苦盡甘來嘅喎。不過咁總括而言啊，屬鼠嘅人喺新嘅一年咧，係喺事業方面啊，係一定係唔好咧，係輕舉妄動，應該咧就係穩守待時咁。其次咧，講到財運方面啊，屬鼠嘅人喺鼠年咧，因為財星破損，所以錢財咧容易咧係大量外泄嘅。咁一定啊要量入為出，積谷防饑，以免咧係出現啊經濟危機嘅噃。咁講到健康方面啦，健康可以講咧平平無奇，乏善足陳。不過咧小心啲噃，因為咧有粒劍鋒空星咧出現喺命宮裏頭，表示佢哋咧好容易會受嗰啲刀啊、剪啊、利器割傷或者刺傷嘅。所以記住喺新嘅一年咧，一定要遠離利器，安全至上喎。咁至於話喺呢個感情方面啊，屬鼠嘅人咧，出年喺感情方面咧唔會出現太大嘅風波，但係亦唔會咧有太大嘅突破喎。真可以講咧係平穩有餘，而突破不足嘅。屬鼠嘅人如果想話喺感情方面啊係有所進展嘅話咧，一定要記住啦，盡量發掘別人嘅優點，而忘記啊別人嘅缺點嘅。跟住咧就講佢哋嘅趨吉避凶嘅方法啦。嗱，對佢哋有利嘅方位，原來咧就係東、東北同西南咁。對佢哋有利嘅顏色咧，就係棕色，即係咖啡色、黃色以及紅色嘅噃。咁如果佢哋想話擺放吉祥物嚟趨吉避凶嘅話咧，我就會建議佢哋啊喺東邊或者喺床頭咧係擺放一對啊棕色，即係咖啡色嘅壯牛寶瑞啦。所謂壯牛寶瑞咧，就係有兩隻嘅活力充沛嘅老鼠，從稻草叢中咧係捐出嚟，咁攀附喺一隻咧健壯嘅公牛上高，咁獲得安全嘅保護咧，怡然自得嘅噃。俯伏喺牛頭上高嗰隻老鼠咧，佢嘅嘴裏面咧就咬住一個鼓錢，咁象徵咧富貴吉祥嘅。喺傳統嘅術數之中啊，牛同老鼠就係子丑就係六合之一嚟，故此啊，一隻牛護住兩隻老鼠咧，就組成啊壯牛寶瑞嘅吉兆嚟啦。屬鼠嘅人咧，新嘅一年咧就係本命年，命宮裏頭凶星眾多，故此咧運勢崎嶇，將會有諸多險阻嘅。如果想話化煞嘅話咧，就可以擺放一對壯牛寶瑞嚟作為咧吉祥物啦。